现在来到台南大安东百货地下2楼，除了美食区，也有农运会水保局、台南分局、加市府农业局搭配百货年中庆所举办的市集，相当热烈。包括台南、高雄、屏东、平湖、加金门等10多间加农加社青的单位，展出因用在地食材所研发的产品。其中有锁定宠物市场的毛姐姐关区零稻米所制作的米露，欢迎大家做伙来捧场。因为既然有米的话，就是以米，除了米食之外，还有就是我们会做一些安菇粿啦，跟米食相关的，而且更比较特别的、特殊的就是这个米啤酒，这个受到很多人很大的回响。我们能体会我们饲主要照顾我们毛小孩的这个心情，所以我们用的是人在吃的生产溯源的水产，完全跟我们就是家长们在吃的相同的材料下去加工做成毛小孩在使用的罐头，所以包含它所使用的虱目鱼、白虾都是有生产溯源的水产下去加工做成的。为了宣传该市集活动，对7月14号开始到23号为止，由这工商餐饮管理科的学生现场嘛要用当季的水果来制作调酒，让大家伫百货看表演、吃美食，享受采买趣味。在这个展售，除了1级农产品以外，还有2级的加工品，还有一些旅游的一个游程，都可以让大家可以来这边进行购买，或者是享用，或者是来咨询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能够让我们的青年更有机会让大家被看见。那也希望他们可以持续在农村发光发热。透过公部门甲民间的合作，将在地优质的农特产品卖一摆，予民众体验。欢迎来到台南大安东百货，相信将收获满满。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